再来看大肠洗肉精的争议，立法院国民党团主张20开议进前17先开临时会，邀请行政院长来进行报告。也毋过2月本地就是上会期间佮召开临时会，这款的做法恐惊是违反宪法。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君奇今仔是请立法院长韩国瑜来召开党团协商，虽然民众党团甲民进党团拢表示尊重。也毋过，立法院的议事处早起发函予党团，指出讲院长韩国瑜是表示讲未负作业，所以无方便召开调野协商。立法院20日开议，针对大肠洗肉精风波，国民党团按算17先召开临时会，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进行实案专案报告。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奇函请立法院长韩国瑜再来召开党团协商，民众党团是持开放的态度。如果当初接受我们16号开议的建议的话，今天事情也不会变得这么复杂。但我觉得事情过了就过了。我们现在就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，要随时随地都 ready 为这个人民的食安问题而努力的。所以像我们都随时在待命，是我们党团的干部决定怎么做，我们就跟随党团干部的意思走。吴国昌表示，民众党团早就主张提早开议，嘛要拜会国民党团讨论法案的合作。不过因为2月已经是上会期间，那所要开临时会，恐惊牵涉到危险的争议。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表示，党团愿意参加协商，不过立法院议事处早起向发函各党团。韩国瑜是指示，因为时间甲作业的天数考量，才无召开调野协商。这个国民党团是正式函请院长召集协商。那院长今天以时程作业未便，不召集协商。那我想这副总召应当去跟韩院长好好的就68条职权行使法做一下讨论。吴思瑶表示，尊重韩国瑜的决议，针对调野协商话庭，外界解读韩国瑜是无咧插鲍坤奇，不过国民党团嘛传出偏向20开议这天，要求陈建仁先进行专案报告，再做施政报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